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向義奎，我是小主播秀秀，我是小主播 JJ， 還有你性格嘅小啊，我是小主播妮妮。歡迎收看2禮拜嘅小愛時間譜。今天2禮拜嘅討論之前，先強調一下現場的3位小歐。如果簡單用室內跟戶外來分，你們放假的時候，不管是之前的暑假，還是現在比較短的週休假期，比較喜歡從事室內活動還是戶外活動？好，從秀秀開始看，我們看到戶外，JJ是室內，妮妮是戶外。老師們，你條條安排啊，因為記得會答啊，老今輩討論的主題有關。之前荷蘭的上報做一隻調查，是從記得2種年紀12歲之前愛做50件戶外活動，到底有哪啲？看來看2禮拜小愛談議題。小愛，你阿爸爸媽媽喊做新人家下都係搞乜嘅呢？喂，迄度種下親家搞滾土橋的做扶手的，無啊，就迄度田土風照來照去。哦，我細漢嘅時節啦，聽好搞跳架，睇見冇看，還有搞1、2、3數聽人咯。亞洲啲木卡美食廣告按你嘅話題冇？啲冇共用時代，冇共用環境態嘅小朋友，喊做新人家下教嘅東西未都冇共用哦。也就明看啦，自家孩子家下都係搞乜嘅？荷蘭商報是針對前後3年做過有關12歲前聽錯過兒童會教會50項事情一個調查。從喺水地古德耶主要別項，用泥沙對沙堡做水壩，兒童會高壓，搞到一身搭牢，廁所沒冇要緊，沖茶路調整也得。一下小朋友接觸3、4產品嘅機會動作，學教手機嘅教平板，也得接觸太自然嘅活動，小朋友應該動手去做。成人呢應該較減去冒險的位，同有一絲絲的調皮，還有行下度嘅經驗，安尼才會搞到行下度神奇嘅事情。唔係去細細前頭觸摸咯，老平板標下來，去接觸太自然，去到腦部發通，安尼我同樣就會行下神奇哦。搞到統法地圖，因可能家中記得列出來戶外活動。首先，我想要好奇的是3位現場的小歐。你們自己有沒有做過什麼比較不一樣、比較特別的戶外活動？就是從我家騎到巴黎，然後再你家不是住巴黎旁邊吧？因為我家住在新莊，跟秀秀一樣是騎腳踏車，所以你跟蹤他，你也從新莊騎到巴黎。因為那時候還小嘛，大概4歲5歲的時候，然後就騎腳踏車的時候，旁邊有一條水溝，然後就騎一騎，然後就掉進水溝裡面。好，新來的小偉，你有什麼特別的戶外體驗呢？我是在我大概4、5年級的時候，跟爸爸媽媽一起去海底潛水，順便進海底裡面的一些垃圾。有什麼讓你從來沒有過的感受嗎？我就是覺得我們人類太不珍惜大自然，因為我下去全部都是垃圾，還有一些魚就是在吃那些垃圾。你講這個深淺，不要說你們這個年紀，我上去浪水，我都唔是想到海底去過。那對於潛水，尤其潛到海底這種，你們兩個有沒有什麼概念？可能就是要穿亮色的衣服吧，因為可以吸引魚群過來。那不如拿熒光棒在水裡面揮不就好了？可不能，因為潛到水下面，水壓會比較大，會整個爆掉。我之前就是很無聊，然後就帶一個喝完的那個瓶子，塑膠瓶下去，然後快到海底的時候，它就越來越小，越來越窄，然後最後就爆掉。我們人類的肺部其實也是這樣，就是很像你在玩一顆氣球，然後你一直壓，最後它就會爆掉，就很像那樣。哦，今日大家先來時候冇簡單咯，將來電視教你按到落海底潛水有關的資訊。當然，除了3個小偉的分享，人家針對關於其他差唔多你種年紀的小朋友作為調查，叫我來看2禮拜小偉大調查。在荷蘭有份戶外活動調查，來看下台灣的小朋友，佢都寫出來傾向做嘅事情係乜嘅？青島嘅小朋友寫的係搞笑，台灣的小朋友做得講都會出國，讓親眼看得到真正的寫，不說對老寫都會有期待，韓國想象。之前我有去那個小叮當的那個遊樂園，就是玩雪，可是就是覺得說那些雪都是
人工制的，就是不是真的，所以我很想要去那种真的玩雪的地方去玩。前5名还有北上快通、照顾动物、电脑背高雅、韩国秘密基地来探看啊，加到很用的公园。因为我觉得那些小动物们很可爱，然后要好好照顾它们，不要让它们死掉。我最想做的是夜游，因为就是以前都很少可以在夜晚出去，而且我觉得很刺激。最想做的是躺在叶子堆中，因为我生活在都市里，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接触大自然。我想要冰上活动，因为我看别人溜的时候还没有兴趣的，所以就是想要学起来，然后也去小巨蛋溜一下。因为我就是觉得国中以上的，就是他们都会自己回家，或者是自己去买东西，他们都很认识路了，所以我想趁小学的时候迷路看看。有的小朋友想要去体验事情，增进动物教育，勇敢去冒险，勇敢去吃的精神，色彩多姿，大地鼓励大家在生命上以前，没落去吃可能穷人忙事做过的事情。你觀眾朋友家要注意多麼？因為小朋友都先解50項法同嘅時節，先嚟係一種定義式嘅辦法。而樣嘅辦法其實係解從台灣移到荷蘭嘅朱宣文朱阿姨她畫的漫畫來。其實我們在現場也把那個調查帶回來了，我們讓我們的觀眾可以進一步認識這個調查。它的主題是荷蘭12歲以前的學生們一定要做的50件戶外的活動34%就是都選在體驗。高達1/3以上想要做體驗類，有哪一些體驗呢？玩雪、冰上活動、躺在椰子堆中。OK， 然後呢，第2項比較多人想要做的是哪一類？創意動手做。也是你講的 DIY 自己動手可以做，那包括可以做些什麼東西？秘密基地跟建造水壩。這裡面有沒有，比方秀秀你自己特別想要體驗的？躺在椰子堆。哦，我們來看一下躺在椰子堆，朱阿姨怎麼畫？哇，怎麼每個人的表情都這麼幸福，笑得臉這麼開？你是為什麼想要躺在葉子堆裡面去？因為平常爸爸媽媽就是都不讓我進去，就說裡面會有很多新去的蟲。我也是這樣跟我的小孩講的。但是我覺得那應該會很軟，一定會很幸福。來，有人跟秀秀一樣喜歡？哎呦，那你為什麼想要躺在葉子堆上呢？我覺得它應該會像彈簧床一樣很軟。然後可以讓我們借機放空，然後觀賞天空那麼蔚藍，就覺得很舒服。而且有時候遇到一些蛇啊、昆蟲啊，反而會讓我覺得很驚喜，感覺好像是大自然要送給我玩的禮物。來，那姐姐，你會想要躺在葉子堆嗎？不會，會噁心啊？噁心？哪裡噁心了？蟲爬到你的身上。那你想要做什麼？尋寶。啊，你想要尋寶？來，這邊是不是哦？試拌幸運草、撿貝殼、撿松果，對你來講，你理想的寶物是什麼？找到錢。找到錢了，哎，你們覺得他想找什麼？摧毀女生的武器，真的。哎，觀眾有聽到嗎？你再講一次。摧毀女生的武器。為什麼會這個樣子？因為呢，實際上他是在就是那種特別怕女生的人吧？對，那是因為你們太跳了，好不好？啊？有怕嗎？啊！不要露出害怕的表情了。來，就來你看到哈，上個時候七個好的東西。我們回到剛才另外一個調查的第2頁哈，我們看，這是我們看到台灣的學生，他們也有一些就是喜歡的活動。你幫我們介紹一下，你有拿前5名好不好？第1名是玩雪，第2名是冰上活動，第3名是秘密基地。第4名是照顧動物，第5名是戶外過夜。你很常從事戶外活動，你覺得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想要從事什麼玩雪啊、冰上活動之類的？我們台灣主要都是人造雪，而且比較髒。在外國他們就是真的就是天然的。我冬天去韓國，大概3年級的時候去的。然後那個時候第一次看到雪，對，你的感受是什麼？去那邊我就覺得雪好舒服，就很鬆。哦，所以你有跟大家一樣躺在地上做那個雪天使，但是做不太出來，因為韓國雪比較粗。哦，所以還有特定的環境的雪才可以做。OK， 那你們呢？你們有沒有什麼共鳴讓你有感覺的？戶外過夜。戶外過夜啊？
因为之前我就是去参加客家魔法营，然后呢就是在学校过夜，但是我就非常向往，就是那种在大自然，就是搭个帐篷在里面睡觉这样的。就顺应你的愿望，希望日后小欧有机会做一集在户外过夜的，我一定邀请你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哋看到嘅係50片，對户外做嘅活動，你另外也做一隻調查，係針對你個人嘅小朋友50片到底12歲之前一天愛做嘅事情，要做哪條內容？看來看，一定會回答。荷蘭同台灣嘅環境正經都冇共用，一下就落去談看啦。有的小朋友第12歲以前真正想愛做好嘅事情係乜嘅？我都住在大都市，然後大多都用那個瓦斯爐。好，我很想試看自己生活，這樣很有成就感。去德國比蝶杯比賽，因為明年的世界杯就在德國，所以想要去參加。2014年有很好的成績，所以想要去德國好好發揮，這樣子為國家得牌。我想要騎腳踏車環島，因為國中以後就是會沒有時間，然後可以對台灣有更深入的了解。我覺得我在12歲之前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日本的淺草，因為之前小時候看動漫的時候，發現淺草那個地方有一些古蹟，然後風景也很漂亮，所以想要去那邊看看。我覺得我12歲以前一定要做的是釣魚。我爸爸就是有一個朋友，以前就是釣過魚，然後我們吃過他們釣到的魚，然後很新鮮，很好吃。就是我也想釣看可不可以釣大魚。大家以前都知道，土嘅貴重，功課會動到，想要趕啲12歲以前，加州地位乜嘅？小朋友沒有想要完成的事情麼？你知道12歲以下的小歐也可以單獨搭飛機嗎？大多數國際航空公司都有提供5到12歲單獨旅行小孩伴隨服務。只要爸媽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請，航空公司人員就會協助小歐通過海關、安檢、登記等等。下飛機後，也會協助小歐去出口等待來接他的人哦。這下茶，我一下要夾夾真來喲。面對近來見到嘅難民帶來很多嘅問題，歐盟各國都加強自己嘅管理。匈牙利15起事每半難民一批，係講讓愛一批老人先苗破壞，就係從3年內攏嘅。還宣布南部2縣進入緊急狀態，準冬天政府派軍隊來聽管制隔離。歐盟14建議咧封閉渡航，同多國家證實用強制聘約來安置12萬嘅難民。不過一項提案愛到10月初8，將有機會表決通過。天降熱的疫情近來更厲害，全台灣累計的本土病例已經超過13000人，其中台南市也超過9300。行政院15建議成立中央指揮中心，還宣布開始老病人分開來處理，為防強台南急症很多人的問題。一下起事按呢邊的中途病人，會搬到安立醫院等私家應變醫院，還加保有專家落去。人家前半段看到係12歲之前的小朋友提出愛做50件戶外活動，你哪一項調查你看到係到底12歲之前一天愛做的事情，不含乜嘅戶外又係活動，有就哪啲？12歲以前一定要做的事情，36%自我學習，就是像課業學習和才藝學習；出外旅遊21%，國內旅遊、國外旅遊。19%的生活自理，像做家事、買東西等等。前面我們看到戶外活動，大家講得很精彩，可是竟然超過1/3%，36%的學生會說12歲以前要學好英文，學好才藝。你認同有1/3以上的學生，他們真的想在12歲以前做這麼多的學習嗎？
我不认同，因为我觉得那都是爸妈逼我们去做的。你有被逼哪些事情？像我们学校主要就是都会教英文，然后我们也都有在上游泳课。在才艺上课的时候会比较快乐一点啊，课业学习有时候就是有点不想去上，心不甘情不愿。那让你们自己来选 ，JJ， 生活自理。为什么12岁以前生活自理这么重要？你可以告诉我理由吗？因为我长大后不想当妈宝，自己的东西就是自己做好，然后就不用等到长大以后，就是什么事情都还要靠妈妈来做。来，你告诉大家10岁的你会做的生活自理有哪一些事情？你在家里会做什么家事？洗碗，扫地拖地，然后还有折衣服。但你做的频率是每天都会自己去做？扫地拖地的话是比较少，然后洗碗大概都天天做。你看他的眼神是什么意思？怪咖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至少比我积极。哦，你用这么正面的角度看待，我就是那种能不做就不做的那种。你呢？12岁以前你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吗？特殊经验，可能是环岛吧。来，是你有没有什么12岁以前一定想要做的事情？我算是特殊经验，不过没有在上面。我是野外活动里面不靠爸爸自己抓一条蛇来观察。我从小我爸就是有灌输我正确的观念，像怎么抓蛇，哪一种蛇有毒，哪一种蛇没毒，去怎么分辨它们。像是我爸就会教我抓蛇，如果是竖七形，要先用蛇钩压它的头，然后从尾巴提起来再抓起来。所以你家有蛇钩？有。你也会用蛇钩？会。哇哦，这对我们来讲已经是特技的层次了。你现在离那个梦想有越来越接近了吗？有。所以爸爸，你觉得他原则上会同意你这么做？不会。那你怎么说你梦想接近？因为我现在就是要求自己去克服这个障碍，因为我其实还是有点怕。对，所以我还有点在克服，快要好了。然后我爸是说我不可能在12岁之前做完。来，我讲一个更不可能的，JJ，你怎么看待他想要抓蛇的这个愿望？我觉得抓蛇真的很困难。什么很困难？你敢摸蛇吗？不敢啊！抓蛇嘞，很困难啊！上次我们做那个宠物那一集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连蛇都不敢靠近？看到蜥蜴也不敢靠近？有吗？啊，少抓来！我不知道哎，你躺在3个小朋友的心理学之间，最想要做的事情，2个礼拜，人家当公安排了一件 JJ 最唔想要做的事情，到底係乜嘅？看了2個禮拜，社會太嚴重。等一下，我要带这2位新朋友一起去一个距离我们家只有30秒路途的田地，寻找里面的野生水生生物哦。推我，可怕，就不止30秒。一到尾就係年年木卡富裕嘅天球，和保護得自然嘅生態環境。好觀察太清嚟見，今日洪秀秀韓國 JJ 共下去探險，共下去吃水生物。小朋友这里很滑，超滑的。好起来，好起来有。来。好。哇！我现在。你晃一晃就可以拔了。对。第一这里好小只的福寿，抓到了！你抓到什么？抓青蛙比较好，然后唯一让我是非常有成就感，就会觉得它真的是活的，不是死掉的。因为我有一些经验，就是抓到死掉的东西，然后就会非常的失望，就是没有活跳跳的那种感觉。问题是，这就不是蟾蜍，你叫我。它现在处于装死状态，可它还在呼吸。只要动物遇到觉得很危险，它就会让自己装死，然后让它的敌人就会觉得它好像死掉，就不会再继续理它了。现在我手上这只是黑框蟾蜍，在夏天最容易看到它，主要就是看它有没有涂眼影，然后它的手，它手这边指甲是黑的，然后抓这种你
你要注意，因为它如果眼睛后面这2块凸出来的地方，如果有白色脓液流出来，那个就是毒，它是中国5毒之一。直接碰触到是还好，可是你不能把它吃掉。你如果吃到的话，你会就送医院，真的。不会呀，就这样盖着，好吗？快点啊，拿纸还怕什么J 姐不适合跟我们一起出去，她什么都不敢抓，像抓鱼她也抓不到。我只有一句话可以说，很胆小。不愧是都市人，就围路诶都看得出 J J 有點會講，前面佢行起做嘅參數。嚟到天橋後，我行嘅還有冇呢蟲嘅，看到講像係鬼拳嚟嘅蟲嘅避避過來，有到司機咋，見背，想攞佢的腳走。它就跑到我嘴巴里，那你嘴巴闭起来。好多蚊子，超忙啊！蚊子一直进到我耳朵，蚊子就在我嘴巴这边，然后我就觉得有东西，然后我就吐下去，好痛！爸，你爸。是第一次在这种地方跑来跑去，非常的高兴，因为有一次终于可以摆脱父母，然后自己出来的一次，就是只有小朋友的探险，非常刺激，而且又就是可以认识到很多东西。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探险活动，比较有那个没有上课的感觉。出来探险就是出来看看东西，然后学到东西。因为他的家就住在这边，我的家住在都市里面，而且我的附近没有太多的树林，但是他们家有，所以他们可能会去看一看，然后就知道那是什么昆虫，那是什么。但是我呢，一点都不了解昆虫，就是标准的都市小孩。一擺以天橋空探險，看到一道司機仔都搞到猛結強，流動到嘅事情都係頭一擺嘅天啱。小朋友也到為咗啲吃的，啲安布斯頭來去探險，我就行業太職業，平常我有冇共用嘅感覺個。剛才你看聊的小歐嘅叫做是亞洲哈，其實我要讓觀眾猜一下，這3個小歐裡面，剛才畫面很顯然有一個人是特別害怕的，但他們裡面也有一個人是跆拳道黑帶2段的哦，是誰？先講一下你夜遊的感想嘛。就是在夜遊裡面就是很黑暗，然後一直吃到。哪有很黑？我明明看你提着燈。沒有拿燈的話就很黑啊。然後一直吃到蚊子，然後耳朵還一直有蚊子跑進去。我把青蛙給他的時候，他一直說他會跑嗎？他會跑嗎？那真的很癢。然後就一直在那邊講東講西，然後呢，然後我把他手抽掉的時候，他在裡面好癢那邊叫。真的就真的很癢，他不是怕癢。你怕什麼？你告訴我們。就是因為他在手上的時候，就腳一直在那邊這樣動了，就很癢啊。你不是講得很清楚嗎？我摸到那就算有白色毒液，摸到也沒關係。你有吃嗎？沒有。你怎麼看待這2位夜遊新手的表現？太害怕了。2個都一樣，秀秀也算害怕嗎？秀秀還好，追他就一直叫。聽到沒？他講3次，一直叫。因為很重要，所以說3次。來，最後一點時間，你要動貼的手法，搶你3個亞洲的小朋友寫一首詩，用詩的表達佢哋亞洲的感想。來，夜遊啊夜遊，你為什麼那麼稀奇？讓我了解生態的奧妙。夜遊啊夜遊，你為什麼那麼可怕？讓我在夜晚認識你。秀秀，你的詩呢？美麗的夜空，涼爽的竹林，蟾蜍和青蛙在濕地裡不見了，抓到了頑皮的青蛙，爸爸媽媽也開心的帶我回家了。很溫馨的感覺，很棒的 ending。我們的導遊，在一片漆黑的田野裡，有熱鬧的活動，小蛙、菜苗相互比賽，看誰搶到更多土地。嚇死人的蚊子把我叮成猴凍冰，但是滿心的歡喜成了最好的防蚊液，帶給我忘不了的樂趣。這一段J好好聽哈，只要你有一個歡喜的心，就不用怕蚊子來打擾你了。對，充滿暗度詩意嘅氣氛當中，你節目就差唔多結束啦。最尾開發個請個大家對你來講，12歲之前
一定愛做又係乜嘅事情呢？以上是兩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。下日精彩嘅內容，下晝禮拜六下午7點半，記得要準時收聽。小歐嘅時間簿，希望大家，謝謝，拜拜。當6年級第一次教師節，然後不是有辦一次很大的活動的那個舉動，有些被我發現，但是其實就是我收到之後，我還蠻驚訝的，因為平常也很喜歡利用黑板來幫其他同學慶生，可是那一天我收到最讓我感動是還有一個小冊子裡面放很多卡片。